大家好，我係三不街，我睇咗 F1啦。如果你想知道 F1啱唔啱你睇嘅話，同埋聽下我對呢出戲嘅感想，就千祈唔好行開啦。節目未開始之前，如果想支持我嘅頻道嘅話，好簡單，喺下面 comment、like、share， 有你嘅支持係我拍片嘅動力。第一樣嘢最吸引我就係條預告片。喺戲院睇過好幾次嘅，但係每一次最吸引我嘅一定係 IMAX 嗰個版本。一來畫面夠大，二來好清好 sharp 嘅。再加上如果你用 iPhone 嘅話，iPhone 有一個特別版嘅 F1 預告片，一路睇會震嘅你部手機。再睇埋嗰個呢，由 OK 想睇，對我嚟講變咗非常想睇。另外就梗係男主角 Brad Pitt 啦，一身白色嘅戰衣，企喺部 F1 賽車隔離，一個字型，咁又係加分想睇啦。咁最重點就係成套戲嘅幕後班底基本上就係將 Top Gun Maverick 嘅班底搬晒入嚟一樣，再加上音樂部分我係中意嘅，Hans Zimmer做配樂。但係今次呢套戲嘅配樂我就覺得一般咗少少，同埋佢用咗好多歌曲去襯底，所以相對配樂嘅時間亦唔係太多。有趣嘅係導演 Joseph Kosinski 好似刻意復刻 Top Gun 第一集導演 Tony Scott 走過嘅路，都係拍咗戰 K 片之後走去拍賽車片。當年 Tony Scott 拍完 Top Gun 幾年之後，再同 Tom Cruise 合作拍攝賽車片 Days of Thunder 雷霆壯志。戲入邊 Tom 仲同當年嘅女主角 Nicole Kidman 拍着咗，成為一時佳話。呢場嘴嘴戲，大家係咪覺得有啲似曾相識呢？連 F1 嘅配樂都要揾嚟同雷霆壯志一樣嘅 Hans Zimmer， 咁呢個仲會係巧合？要將 F1 賽車世界最真實嘅體驗帶俾觀眾，第一件事導演要做嘅就係帶我哋上車。之前拍 Top Gun Maverick 嗰陣時，佢已經將部 Sony Venice 嘅攝影機咧微型化放咗入去戰機入邊。咁今次繼續優化呢個系統，放入 F1 嘅駕駛艙。Apple 係有幫手嘅，唔知 Apple 將來會唔會出 Action Camera 呢？下面留言一齊傾傾。最重點，今次唔單止細啲輕啲部攝影機，仲係會有個支架個掹咧係會轉嘅，咁令到佢拍攝嗰陣時更加靈活，更多角度。呢套戲個監製 Jerry Bruckheimer 佢來頭好勁嘅喎，佢係好多荷里活賣座電影嘅監製。今次佢把炮啦，咁佢就請嚟7屆 F1 世界冠軍 Lewis Hamilton 擔任監製同埋顧問，確保電影能夠忠實呈現 F1 賽車手嘅體驗。唔單止咁，佢仲親身上陣演返自己。你留意下出戲可以，佢係有出過嘅，雖然應該唔多鏡頭，但係旁述都有提過佢嘅名嘅。你可以留意下。套戲仲有好多真實 F1 嘅賽車手，但係我唔係 F1 賽車迷。如果咩觀眾朋友睇咗呢出戲呢，你認得幾多個呢？歡迎喺下邊留言一齊傾傾。有咗賽車手嘅靈魂之後，我哋就要揾架戰車返嚟。最初劇組就係諗住揼架車出嚟嘅，都行得嘅。不過最後顧問就話：喂，唔好啦，不如玩大啲，攞架真真正正嘅跑車嚟改裝。咁就邀請咗 Mercedes F1 嘅 AMG 幫手去改車嘅，就揾咗好似買咗6架嘅 F2 改裝成為 F1 嘅外形。咁當然呢度有少少安全考慮嘅，演員始終唔係專業嘅賽車手，所以呢就用 F2 去改裝。咁而令到啲演員真係揸住個跑車落場嘅，而唔係用綠布景。第三樣嘢一定要有就係賽道。今次 F1 官方全力協助拍攝，電影喺英國 Silverstone、日本06、拉斯維加斯等多個 F1 嘅賽道真實咁樣去取景拍攝嘅。當然佢哋可以去咗好多禁區啦，而佢哋甚至喺真實 F1 賽事嘅週末期間咧去拍嘅，所以佢哋都係分秒必爭咁樣去拍攝㗎。因為好多時候拍攝完之後又要清場啊、預備賽事等等。而其中我覺得最搞鬼就係喺戲入邊有個虛構嘅車隊叫 Apex GP， 佢嘅專屬車房同埋維修站咧就正正喺 Mercedes 同埋 Ferrari 之間。隔離鄰舍，咁所以都係幾有趣嘅，睇到現實同埋虛構已經被 merge 埋一齊。呢套戲大家都應該知道 Apple 係老細嚟嘅，所以你會見到呢出戲有好多 Apple 產品嘅植入。iPhone 就梗係唔使講啦，要研發車隊入邊用部電腦應該係 Mac 機嘅，不過一定會見到就係 Pro Display XDR。
咁另外就 Brad Pitt 帶住個 AirPods，處處都係 Apple 嘅氣味啦。咁另外就係佢行銷策略，啲 F1 車迷已經知道有呢出戲嘅，因為 Brad Pitt 個 team 人都基本上真係喺個賽事入邊會見到嘅，咁就自然多人講啦。咁多人講都係做咗一個間接宣傳。我哋有齊 F1 嘅素材，我哋點樣將 F1 嘅體驗話俾觀眾聽呢？導演就選擇咗繼續使用 IMAX 嘅影院格式。咁 IMAX 最強項就係佢個超級大畫面，呢個真係冇得拗嘅。雖然我個人呢都好中意 Dolby Cinema， 但係講到一個大畫面呢，真係好屈機地贏。同埋呢出戲最重點就係佢係用盡 1.9 IMAX 畫幅，即係你去香港任何一間 IMAX 影院，佢都係撐爆鏡嘅，唔會有黑邊出現。唔似得我之前介紹罪人們，佢會轉換 aspect ratio， 因為佢用咗唔同嘅攝影機。咁當然罪人們係有目的地去玩埋個 aspect ratio 嘅轉換嘅。不過呢出戲就行另外一個 style， 完全全畫幅去玩嘅。咁另外 IMAX 最重點就係佢嗰個 sound system， 特別個 bass 我好中意，一樣俾到一個唔錯嘅 surround 你，同埋 IMAX 12 channel 一樣係有天空喇叭嘅。由於今次 F1 只係用上 1.9 嘅 IMAX 畫幅，佢冇用上 IMAX 1.43畫幅，唔使太刻意去揾 IMAX GT 嘅。睇香港最好嗰兩間 IMAX Laser 咧已經夠晒數嘅。當然如果你 budget 有限啊，或者其他原因咧，睇次一級嘅 IMAX Digital 咧，我覺得都絕對可以，因為個畫面畫幅絕對係吸到冚噶啦。唯一唔同你睇 IMAX Digital 嗰個 sound system 咧，就會係應該係普通 5.1 啦。所以 IMAX 一定係第一梯隊，第二梯隊咧，我個人強烈建議係 4DX 同埋 MX4D， 因為佢好多賽車場面。反而我最中意嘅 Dolby Cinema 咧，今次我會排佢入第三梯隊嘅，而第四梯隊就其實都好易揀噶啦，揀間有 Dolby Atmos 同埋個幕越大越好嘅戲院。咁例如 Elements 啦，有兩間有中國巨幕嘅戲院啦，另外就係 AirSign 有 Lux 嘅戲院，咁都係一啲可以考慮嘅選擇。第一樣嘢要讚部戲，就一定佢冇違反商品說明條例。電影好成功俾咗我第一身嘅 F1 賽車體驗，賽車場面真係落足料俾足你噶啦，無話可說啊！即係你唔會覺得佢慳埋啲錢落晒去 Brad Pitt 度，所有製作成本你係睇得見嘅，喺個畫面度睇得見。佢亦唔會淨係得一兩場重頭戲賽車，而全部講多過做。所以如果你真係中意睇跑車嘅話，睇賽車嘅話咧，呢出戲我覺得你絕對唔會失望嘅。另外我中意呢出戲一樣嘢就係佢將真實同虛幻炒埋一碟。佢既唔係紀錄片，但係佢又力求復刻 F1 嘅真實感。虛構嘅 Apex GP 車隊同真實嘅 Mercedes 同埋 Ferrari 同框，真實嘅 F1 車手客串演出，將現實同虛構炒埋一碟咧，我幾中意呢一種體驗，當為呢個係另類嘅 mixed reality。如果你中意啲真真假假炒埋一碟嘅電影咧，我誠意推介你睇趙婷嗰出 Nomadland， 攞個 Oscar Best Picture 嘅。咁但係要警告下大家嗱，呢出戲咧嘅風格同 F1 完全唔同啊。F1 係爆谷片，嗰出戲係文藝片。但係如果你真係中意呢個玩嘢嘅方法咧，你中意深度思考嘅咧，我極度推薦你睇一睇呢出戲。個古仔方面咧，亦係有少少老土嘅。老土故仔我冇乜問題，我唔會抗拒，而係佢個 storytelling 技巧咧，我覺得相對 Top Gun Maverick 嚟講咧係差啲嘅。但係唔好誤會，呢出戲絕對值得入場睇。淨係睇呢個 F1 賽車嘅真實感咧，已經係影史上少見嘅。唔知你有冇打算睇 F1，或者你已經睇咗咧？歡迎喺下面留言，大家一齊傾一傾。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森巴佳，中意個節目嘅記得下邊 CLSS 有你嘅支持係我拍片嘅動力。希望下一條片再見到大家，拜拜。